阿爺啲古董必須由我嚟保管，我係長子，我先係最有資格嗰個。最唔穩陣就係你做生意蝕咗咁多錢，點知你識唔識打古董嘅主意啊？等我保管先啱。根據爺爺生前嘅安排，古董就應該存放喺天風智能保險箱裏面。呢個保險箱需要2個仔女同時進行人面識別先至可以開放，而且每次嘅操作都會詳細記錄。喺天風智能保險箱，古董可以受到穩定溫度同濕度嘅保護，而且呢度有24小時嘅監控，可以放心保管。原來係咁，唔好意思，我哋一定會好好守護呢份遺產。